在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王怡欣与中嘉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及多位全球重量级组织 CEO 共同启动下，2025 ESG 高峰会盛大登场。为期3天的活动，共有42场论坛，涵盖政策、产业、学界与 NGO 的多元观点，主题包含永续揭露实战案例、气候风险、ESG 投资与永续金融等，希望促进国际与在地的深度交流。我们把等于说国家的政策啊，那国际的永续的相关的准则，还有这些评价、数位报道这些国际的标准，然后呢把它跟这个实际行动做结合啊。所以我们这次全部大概主要论坛有42场论坛在这3天。现场还规划有2大展演区，分别是循环经济与科技创新，邀请产官学界等行动实践者展现永续成果。我们邀集的台湾的这个产官学界啊，各界的这个永续行动的实践者，把它的成果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在研讨会的设计上，我们都是设计这个每2个研讨之间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去走走。中午还有80分钟参加他们的展演。活动亮点还有以创新结合时尚的走秀展演，将永续融入美学与生活。另外，高峰会也首度举办会计黑客松竞赛，希望结合实务与青年创意，让年轻人的想法有机会变成成熟的产业模式。那这次的这个黑客松，我们就是要把永续跟行动结合，所以我们2大主轴，一个是地方创生，另外一个是企业创新啊，永续创新。因为没有这个夕阳的产业啊，那只有夕阳的产品。我们要解决夕阳的产品，就是要不断的创新啊。那创新一定要跟地方做结合，那才能永续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把这个好的概念呢，借着年轻人的想法，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啊的建议，然后给企业去参考。有线电视龙头中嘉集团也积极参与这一场 ESG 盛会。除了协助论坛直播外，更结合数位永续和绿色增值双轴线，善用数位科技降低能耗，并将永续责任融入企业核心。中嘉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强调 ，ESG 议题已经不只是一项口号，更需要具体落实。中嘉除了长期关注地方社区文化及运用优质节目直播能力，传递在地故事价值，并透过互动网站及活动、旅行、媒体识读教育等社会责任外，更透过全面转型低碳高速光纤，降低2氧化碳排放，达成能源转型目标。同时携手地方政府及技术伙伴，共同布局高效智慧城市，希望与大家一起实践永续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需要帮助的很多事情 ，OK， 至少说我们可以做的要先做好。公司内部的管理，对社会责任的负责，对社会责任负责，就像譬如说媒体识读。像这个公益的事情我们都要加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重要的事情做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讲到科技，刚刚这位Nokia 的朋友OK， 我们中嘉下几年就有60亿的光纤的计划，OK， 那光纤呢，至少说它的环保、它的 ESG、它省电它的科技是好的。OK， 所以我们在点点滴滴，在科技，在一些 soft issue， 我们都会加强这些事情。快研会董事长王怡欣强调，这次高峰会内容非常扎实，不仅提供跨界对话与学习平台，更强调 ESG 融合性、包容性与价值供应链，从政策到市场，从设计到实践，为台湾永续转型开启新契机，也让世界看见永续台湾。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